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9月17號星期三啊！呢一節咧同大家睇一睇呢個蘇永康啊，原本咧10月頭就有個喺內地有個演唱會嘅咁啊，正當係諗住賣飛嘅時候咧，就俾啲內地嘅網民係大批咁去檢舉佢啊，投訴佢啊，話要抵制佢個演唱會嗱。咁咩原因呢？點解衰咩啊？咁搞咩？做咩要抵制佢呢？就話佢呢，蘇永康呢，就因為昔日啦，曾經係涉嫌一啲嘅毒品嘅一啲嘅案件就話佢喺台北嘅一間酒吧呢，涉嫌係服食一啲嘅同埋藏有啦一啲嘅揈嚟揈去嗰啲嘅藥物食完之後個頭會揈嗰啲藥物咁結果呢，就當時係俾台北嘅即係警察係拉咗嘅咁搞到個形象係插水啦冇晒形象咁但係留意呢一單嘢咧係講緊係2002年嘅時候23年前但係啲內地嘅網民仍然印象非常深刻咁即係睇唔過眼冇搞錯呢啲咁嘅即係咁差嘅形象，竟然可以嚟到我哋係嘛偉大嘅祖國嚟開演唱會，咁梗係唔得啦，咁梗係要投訴啦。咁結果咧搞到佢演唱會咧係落架嘅，慘真係蘇永康佢係咩嘅？即係據我嘅了解啦，佢喺香港咧都唔係話特別受歡迎嘅因為即係大家對即係覺得佢個嘴臉又唔係特別好睇啦就覺得佢即係有啲網民即係我都覺得唔係有啲都幾多網民咧就幾唔中意佢嘅咁當然你話我亦都唔排除有人係中意聽佢啲歌嘅，有粉絲嘅，但係目測咧就真係唔中意佢嘅就比較多。唔緊要啦，香港唔中意咁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啦。咁於是佢就諗住就去到內地就搞演唱會啦。唔好意思內地嘅網民都唔歡迎你噃，慘真係。哎呀，即係我公道講一句其實我覺得佢唱得係幾好嘅即係佢唱歌，譬如佢好多都耳熟能詳嘅歌曲啦譬如我一隻我自己都幾中意嘅就係從來未發生啦從來未發生，當刻骨的愛飄散似灰塵呢隻我覺得唱得幾好啦，唔係我唱得好，即係佢呢隻歌唱得好啦。咁仲有一隻就再熟啲大家應該就係越問越傷心，明明無餘地再過問咁又好 hit 嘅歌。咁你問我覺得佢唱得好嘅但係可能呢就本身嘅人呢就可能因為唔靚仔有啲網民係嫌佢唔靚仔咁甚至有啲人就話喂，佢唔係唔靚仔咁簡單係咪即係特別佢嗰個年代呢，佢出道嗰個年代90年代呢，就可能四大天王一係好靚仔，一係好跳得，一係好唱得噶嘛，係咪？但係你話蘇永康，你話佢係咪靚仔咁一定唔係啦。咁你話佢係咪好唱得呢？咁坦白講，我又覺得佢唔係，佢又唔係特別唱得，但係就浮浮沉沉咯，咁叫做大家會識佢咯。但係你話係咪好多人會去追隨佢，好中意佢呢？咁我有啲保留咁但係你問我都覺得佢係真心嘅，我覺得佢真係唱得好。咁譬如話佢近幾年啦，近10年啦，就同佢幾位嘅兄弟啦，就搞咗個 Big Four 演唱會嘛但係呢個 Big Four 演唱會呢，啲網民又係 say no 嘅。點解呢？因為話佢4個呢都做嗰啲衰嘢譬如你好簡單許志安衰咩咁大家知啦，偷食黃心穎係嘛。咁梁漢文衰咩呢？梁漢文試過醉駕㗎喎，係又係衰啦。咁可能你會話啦，喂，咁張衛健冇嘢衰啦啩？張衛健不嬲形象都唔錯㗎喎，拍劇又受歡迎係咪？個形象又鮮明，衰咩係嘛？張衛健衰咩衰大鬧天宮咯。咪都衰嘛，4個都衰係嘛。咁啲人係覺得哇，睇呢個 Big Four 演唱會呢係咪 say no 大家都好即係咁，當然都有啲忠實嘅擁躉嘅，特別許志安特別多粉絲嘅但係我哋唔好企喺許志安嘅角度，我哋企翻喺蘇永康嘅角度。我覺得佢夾呢個演唱會呢，即係夾呢4個人呢，係好冇着數啊。譬如如果你話講最唱得嘅，你問我覺得許志安最唱得佢唱嗰啲歌呢。就最我哋撇除佢做嗰啲衰嘢但係我覺得許志安呢係最唱得嘅咁如果你話講音樂嘅天分作曲玩樂器咁一定係梁漢文啦，係咪？梁漢文係最勁啦。我印象中梁漢文有自己作曲啲曲即係啲歌都出名譬如話去到張衛健咁張衛健係拍劇噶嘛，係嘛？口齒伶俐，講嘢好叻嘅張衛健係嘛？咁3個即係剛才我數嗰3個，各自都有自己嘅技能噶噃。但係當蘇永康啦本身佢唱得好嘅，但係你拍到落去另外嗰3個嘅時候呢，
個感覺就好似爭啲咯。個人感覺啫，個人感覺啫。嗱，咁我哋唔好講得咁遠啦，咁啊先睇一睇呢單嘢啦嚇。嗱，呢個蘇永康咧原定啊就今年啊2025年嘅10月6號咧喺呢個溫州奧體中心嘅體育館咧舉行一個嘅演唱會，就係呢個叫溫州站啊。咁啊門票咧早排咧就係本嚟就喺一啲嘅售票平台咧就公開發售嘅，咁啊票價咧就係由199蚊人民幣到699蚊人民幣不等，咁啊折合港紙大概218蚊到765蚊到啦。不過咁嚇，最近咧就內地有啲網民咧就表示啦，我哋已經係向呢個溫州市相關嘅部門投訴呢個蘇永康將會開演唱會嘅呢件事。咁點解要投訴佢呢？就有啲網民就話啦，原來呢個蘇永康喺2002年嘅時候，23年前嘅時候啦，就6月啦，就同呢個台灣嘅女藝人安雅就喺台北嘅一間酒吧嗰度咧，因為涉嫌服食一啲嘅或同埋藏有一啲嘅搖頭嘅一啲藥物啦，就被扣查嘅。咁其後咧就被判入呢個台北嘅看守所就要係進行一啲嘅監察同埋驗尿噶。咁好多嘅內地嘅網民直斥係怒批哇，冇搞錯，一個曾經係涉毒嘅人都能夠公開係開演唱會，喂，究竟想俾人乜嘢嘅思想三觀係咪？我哋應該係要抵制呢啲咁嘅演唱會。好啦，咁結果咧真係好多人去投訴，令到蘇永康嘅呢一個溫州站嘅巡迴演唱會啦，喺售票平台咧係被逼下架噶。咁其後咧內地傳媒咧就係向有關當局查詢咁確定咗啦，蘇永康咧原定呢個溫州舉辦嘅呢個演唱會咧係確定係取消噶。諗住翻去係嘛，即係喂，香港唔中意我唔緊要，我翻內地咯，內地咁大個市場係嘛，我咪翻內地開演唱會咯。唔好意思蘇先生我哋內地咧都唔係好歡迎你嚟開演唱會噶。原來咧話佢呢個演唱會咧就喺15號就係喺售票平台咧就係公開發售。咁據講當時已經係有6000人係排隊諗住係買飛睇佢演唱會嘅咁都似乎成績唔錯咁我唔知個場館幾大啦，係咪要坐幾萬人嗰啲但係唔好理啦咁總言之就有6000個人就話係想買飛睇佢演唱會嘅。咁啱啱提到啦，就有啲網民唔係好歡迎佢，因為就話佢當年02年嘅時候咧，就因為某一啲嘅即係食咗啲違禁嘅藥品啦於是被捕入獄噶嘛。咁原來咧按下呢個嘅演出行業演藝人員從業自律管理辦原來有啲咁嘅規則嘅噃，即係嗰啲涉毒嘅藝人咧就唔可以，亦都唔應該喺大陸嗰度演出噶。於是咧就要求就係停止呢個嘅藝人就喺溫州開演唱會咁今次呢個取消唔係話一場半場咁簡單原來咧蘇永康咧已經係即係嚟緊呢個2025年嘅巡迴演唱會咧，就先後喺佛山、東莞、北京咧就會舉行演唱會嘅。我唔知邊一場搞咗，邊一場未搞啦。咁但係總言之，而今次呢個演唱會就因為俾人拉咗落馬啦。咁往後可能佢喺內地開嘅巡迴演唱會咧，可能都要取消哇！咁損失相當慘重佢係要搲銀噶嘛，佢個仔好細個㗎咋，幾歲大㗎咋，咁要搲銀噶嘛係嘛？同埋據我了解咧，佢都大使㗎，因為佢着好多名牌噶，唔知幾多千副嘅眼鏡啊嘛係嘛？啲衫要着靚衫名牌都大使㗎喂，咁而家冇咗呢一條水，咁會唔會好影響到佢咧咁我相信都應該幾影響噶啦，都唔使估啦，即係影響都幾大噶。好啦，咁結果一個即係演唱會落架啦，咁頁面咧即係本身個網站嗰度咧就顯示暫無在售嘅演出即係話呢個演唱會咧冇得賣噶啦。咁內地傳媒咧就話啦，主辦方咧已經係向審批嘅單位咧提交取消演唱會嘅申請。哇！你點估到20幾年前我諗佢自己都估唔到，20幾年前闖過嘅禍係咪20幾年後咧繼續要孭住？呢個內地傳媒咧就極目新聞就發表個評論就話啦，佢話儘管內地嘅法律咧並未明文禁止涉毒嘅藝人復出，但係涉毒嘅行為會即係為呢個社會嘅影響咧係帶嚟極度惡劣嘅關係噶。咁民眾咧係深惡痛絕早已咧成為演藝行業絕不可觸碰嘅高壓線。話咧就對涉毒嘅藝人咧係適用終身禁業。
永久抵制啊，斬斷呢啲涉毒藝人復出嘅利益鏈條啊，不僅係社會嘅共識，更係咧維護正確價值觀嘅導向，淨化演藝行業嘅環境，保護青少年咧免受不良影響嘅必要之舉啊！總言之咧，你涉毒過嘅藝人咧，一律我哋係禁止噶啦，永遠咧永不錄用噶啦，咁樣嘅意思。但係佢又話，佢又要保護青少年，就免受佢哋受到啲不良嘅影響。呢句嘢我有啲保留。有冇青少年係中意阿蘇永康嘅呢？我想問下。蘇永康唱嗰啲歌啊，紅嘅時候啊，即係叫做出名啲嘅時候啊，我諗嗰班而家嘅青少年都未出世啦，大佬係咪？咁啊呢個應該係未必太大影響嘅。但係總言之，對咩人有冇影響都唔緊要啦。社會係有共識嘅，我哋對呢啲涉毒嘅藝人呢，我哋要係 say no 嘅咁樣。好啦，咁啊接住呢句呢，勁啦。佢又話呢，評論就話蘇永康呢，雖然涉毒嘅事件啊喺台灣，但係啦呢一次嘅演出計劃喺大陸地區上演，咁所以呢，必須要尊重中國大陸嘅規則同埋公眾情感。哇，勁啊呢句嘢。嗱，至於點解我唔特別解釋啦，係啦。咁涉毒嘅藝人呢，就公開演出呢，唔單止係對緝毒嘅警察呢犧牲嘅褻瀆，更係呢對社會道德底線嘅挑戰。如果話藝人涉毒過幾年呢就能夠輕易復出，繼續站喺呢個聚光燈下接受掌聲同埋喝彩，無疑就會傳遞一個喂，其實呢啲涉毒嘅嘢都唔係啲咩大件事啫，係嘛？戒毒其實好容易嘅，呢啲嘅錯誤信息，咁會誤導年輕人啦，對呢啲嘅即係唔好嘅藥品一啲嘅認知，甚至咧就係引發一啲嘅效仿，呢一種不良嘅影響咧，遠非一場演唱會經濟收益咧所能彌補嘅。評論又話，需從制度層面築牢防線，推動咧一次涉毒就終身禁演，從輿論共識轉化為明確嘅行為紅線。行業協會會應該咧係盡快咧建立全國性嘅劣跡藝人名錄，並向社會公開。哇，大鑊啦！總言之，舐過嘅全部就要公開晒個名單，就等大家咧要留意啦。若果呢啲人咧諗住出嚟復出嘅話咧，我哋一定要 say no 即係例如可能房祖名咁計啦，即係嗰啲又唔得噶。總言之，你掂過呢啲嘢，曾經俾人拉過嘅，全部一律咧，我哋要俾個名單出嚟。佢話確保演出就係審批嘅機構、主辦方同埋平台咧係可以查詢同埋核檢。同時亦都係呼籲全國性統一規定嘅出台，明確禁止呢啲涉毒嘅藝人咧從事下呢啲嘅台前嘅演出，即係網上面嗰啲都唔得噶。總言之，你舐過一次嘢，你唔好諗住再做公眾人物啦。我哋嘅國家係對呢啲人咧係 say no 噶。咁除咗呢份傳媒之外咧，仲有一份叫現代快報啊。咁有個評論就話噶，佢話之前咧無論係孫興定係嗰個宋冬野都曾經係嘗試係重返舞台，但係就俾一啲嘅輿論同埋強烈嘅反對聲音令到佢哋未能如願啊。咁對於呢啲嘅涉毒藝人咧，採取終身嘅禁演同埋行業嘅抵制咧，係社會咧已經早已共識噶啦。咁唔單止係廣大民眾共同嘅呼聲更係咧樹立正確價值嘅導向，淨化文化演藝嘅環境都係嗰句保護咧青少年免受呢啲負面嘅信息影響。哇！即係蘇永康咧，我諗即係好多曾經係舐過呢啲嘅藝人咧，多得你唔少啦。即係本身可能大家都唔係好記得總言之，而家往後有個 list 噶啦，會做個 list 出嚟總言之，邊個舐過呢啲咁嘅問題咧，一律係禁演噶。唉，慘啦，蘇永康。不過蘇永康可能唞下啦，佢今年57噶啦，原來咁佢8月上個月咧就先同即係幾位兄弟搞個 Big Four 演唱會啊嘛。咁當時嗰個演唱會咧，據講嗰個反應都幾好嘅，唔錯嘅。咁始終你4個人聚喺個台度，咁大家都4個都有知名度咁一定有一個嘅即係收視量啦，冇問題嘅。就當咩咯？當搞完個演唱會好好咁休息下咯，係嘛？搶到咁緊要。同埋有啲人就話佢咧就個身形肥得緊要唔知係咪年紀大新陳代謝慢而家個
樣嘅真係肥佬啊，係一個肥大叔，係嘛？咁可能話年紀大咁噶啦，咪我想講咁啊，蘇永康當年咧就係靠即係參加呢個新秀就入行啊嘛。咁啊，當年佢係攞亞軍嘅啫，銀獎。咁啊，金獎咧就係杜德偉啊，杜德偉就60歲啦嚇。咁啊嚟緊啊又有演唱會啊。我想講咧，我係一不嬲都有追蹤啊杜德偉嗰啲社交媒體嗰啲信息嘅。因為佢係即係到今日60歲喎，講緊係好陽光喎，仲係個身形啊 fit 到爆啊！喂，杜德偉都 fit 到咁啦，係咪啊？你蘇永康都要 keep 下啊嘛！嗱，我見到佢身形我係有少少猛嘅，因為佢又話佢自己咧係好中意時裝嘅，我又中意扮靚着靚衫嘅。咁佢又話咧，佢係當年即係點解要戴呢個眼鏡咧？就係阿妹姐同佢講啊嘛，喂，你戴眼鏡個樣冇咁樣衰喎。於是佢又咁多年以嚟咧，都係戴眼鏡。咁啊，佢係好貪靚一個人，中意着靚衫啊，咪對形象好講求。咁你咁講求，咁你 keep 好啲自己嘅身形啦。我覺得佢而家真係肥得交關喎，真係係咪可以 fit 啲，可以個狀態可以好啲咯。不過而家太遲啦總言之佢又不能夠在內地度搞 show 啦，不能夠再喺內地度登台啦。咁啊，剩翻香港嘅市場喎。弊在香港啲人又唔係特別喜歡佢，係咪？咁當然都有支持者嘅，但係都係嗰句啦，係嘛？支持嘅人又唔係好多。我見佢都好盡力㗎啦噃，即係已經係喺無線咧，特別係參加嗰啲咩導師啊嘛，係嘛？盡量增加多啲曝光率㗎啦，係嘛？咁啊做晒好多鋪排㗎啦，咁結果埋門一腳就俾人成功投訴，搞到個演唱會落架。咁啊，睇佢嚟緊會有啲咩嘅去向啦，咁啊繼續同大家跟進啦。今日分享跟進到呢度，臨走之前留言討論下你自己嘅睇法，最重要係讚好廣播，訂咗到頻道，下條片我哋再傾過啦，拜拜。